形上分当然是从第一分到第七分是性第八分是性。那性的变异呢，都非常绝对是一种性。这个我们这个菩萨佛陀他所留下来给我们一个见证，我们非常的生气，所以我们才愿意来辩解其意就是来探讨，然后呢来进行学习，然后去了解这个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菩萨与我们的关系是的那个言语的那个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确认已经是不以自已了。然后今天晚上呢，我们这个经心行三论呢，是说是信解写的最后一篇，当然是讲到从相信然后去解义，然后落实在实行的所学到、所感受到、所认的绝对的那个绝对性，也是说是非常不容易，很难得说，今天这个课我或许好像说是69个字，然后我们顶多是能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都还不够的分析。当然从这个行施无助行施的意境当中，让我们了解到说，当然我们在实行布施的那个意境上都不能有众生相、我相、作佛相的那种意境。其实那是我们的贪恋、分别、妄想产生才产生的四相的分别。这是后学的感觉说，原来是在我们自己变得有处，有时候我在做，我在学，我在做什么好事，行什么行为，在记起自己的一些，好像说，有处的那个意境，所以就提醒我们，这个东西过程呢，要我们说，并无所住，而相与其心，说应该做的，然后他提醒到我们。所有的形式跟我们所学的法门呢，跟我们的这个智慧，它谈到这个佛跟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动物的那个活性是一种平等性，所以让我们去深深的不能去忽视每一个众生跟动物的那个意境之间，让我们感触到非常的快。这个里面的经文呢，非常的。虽然是几个字，可以说让我们了解说非常的被震撼然后叫我们提醒我们，真的是大家都是一体，连动物跟人都是一体，所以我们所应该做的，形成一些行为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好像这个骄傲可得这样的那种想法出来，所以到叫我们说，其实我们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然后我们是应该要尽力的去把它把持。事情，这是后学一个小小的一个，今天晚上学到的一个心得跟各位学姐们分享，谢谢。谢谢我们郑组长我们分享这一段那当然，因为法不定法，法是归法，所以在法的理性上因为没有所谓的这么的一个所谓一个结对相对，但是要结对一对，记对一个结对是怎么说了结对是那当然我们今天呢，知识面进入到一个结对，所以才有一个要远离事项，在讲这个法。如果你在没有远离事项来讲这个法，所以讲出来就是世间法。所以这个真的是最大的。那因为没有办法讲，要怎么？当然要想，想就是它文字上的叙述，在你的心里的意境，你要怎么在你的心里去扎根？在所谓的遇到境，你这么遇到一个住，应如是住，应如是相，你才能看得出来。要不然，我们修一辈子修不成，修一辈子修不成。修到最后，或许慢讲，老和尚脾气大，
必须无名为大，所以这个是我们修道真的要真的详细，要详细，所以才有修心。好，不可执着，这个住无住不可，这个住无住是不可执着的事，这是这个道理。那我们今天晚上到10点，最后祝各位身体或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大众评级。感谢莲恩慈悲，前道一公，坤道一公，一起一班，向无极南母行3几公里，前道一公，再一公，3一公，除掉的这个是，感谢莲恩慈悲一公，坤道一公，再一公，3一公，感谢莲恩慈悲一公。一起持家，向无极南母行3几公里，前道一公，再一公，3一公，持家前入一公，送家等是一公，坤道一公，再一公，3一公，持家前入一公，送家等是一公。